國家主席習近平講過，安全係發展嘅前提，發展係安全嘅保障，兩者係相輔相成，唔可以分割嘅。只有確保安全嘅前提底下，我哋嘅發展先可以持續惠及每一個市民。而家好多關鍵基礎設施嘅運作已經高度依賴互聯網、電腦系統同智慧設備，呢啲系統性風險就越嚟越大。如果電信網絡遭到攻擊，大家上唔到網，電又出咗問題，電話打唔到，股票買唔到，錢又轉唔到，香港整個商業運作都會停頓。所以我好支持特區政府制定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草案，要求關鍵基礎設施嘅營運者喺其關鍵電腦系統提高安全保護嘅措施，定期進行安全檢測，提交報告，應對網絡攻擊嘅能力，亦要求營運者有責任向政府通報安全事故。但係，我認為呢條例仍然有好大嘅進步空間。第一，我哋有冇辦法調查同對付嗰班攻擊我哋網絡安全嘅人呢？呢啲關鍵基礎設施涉及社會嘅整體安全穩定，係唔係可以將呢班人定性為恐怖分子呢？根據政府嘅資料，我留意到香港嘅網絡安全事故數字喺短時間內出現咗急劇嘅上升，由2023年嘅7752宗升到2024年嘅11333宗，增幅係接近50%嘅。呢個情況係非常值得我哋警惕。背後嘅原因究竟係咩呢？香港係咪已經成為國際黑客攻擊嘅目標？又或者我哋現有嘅網絡安全措施係咪已經落後咗呢個時代呢？呢啲問題都係我哋要深思同埋追問嘅。第二，當網絡安全事故成為常態，我哋有冇足夠嘅應對預算方案？喺法案委員會嘅討論上，我曾經提出過，雖然條例草案賦權專員要求關鍵基礎設施嘅營運者做出補救行為，但係條文裡面並冇任何針對賦權專員直接接管受侵害系統嘅規定。當營運商受到關鍵電腦系統攻擊，根據呢條法例草案，只係要營運商報告向政府嗌救命。但嗌完救命咁之後點呢？就算政府想去救，但而家嘅草案，營運商嗌完救命都有權唔俾政府去插手處理。就算政府見到有問題，政府係無權接管營運商嘅去處理問題。咁搞法隨時小事變大事，大事變災難。所以我建議政府盡快諮詢同完善法例，俾政府可以盡早介入，將影響同損失降到最低。第三個問題係智能汽車。我先講個真實故事。喺2018年，國內一部德國品牌嘅汽車喺高速公路使用定速巡航，飛緊120公里每一個小時。但當司機想減速停車嘅時候，個定速巡航呢無法剎車，打電話俾車行嘅中國總部都搞唔掂，架車就繼續由河南飛到去陝西，簡直就係荷里活電影生死時速嘅真實版，非常之驚險。最後要聯絡車行嘅德國總部處理，架車嘅定速巡航同剎車系統至恢復正常。中間點樣搞掂呢？到而家都係一個謎。有傳媒話可能係車行遙距干預汽車系統，呢個講法雖然德國車行否認，但原來呢個技術部分美國車一早已經有。2009年美國車行發咗一套汽車安全系統，如果架車俾人偷咗，車行可以通過呢套安全系統遙距鎖死架車，仲有追蹤系統，知道架車去咗邊度。隨住科技嘅發展，而家嘅汽車已經唔再係以前嗰啲簡單嘅交通工具，佢哋其實係一部高度數字化嘅智能設備，仲係物聯網嘅一部分。
好多最新款嘅電動車都有自動駕駛功能，可以通過軟件遠程更新系統，甚至用手機 App 嚟控制車門、啟動部車或者遠程操作汽車去泊位。有啲品牌嘅車出咗故障後，仲唔使去車行維修喎，可以透過遠程問診幫你檢查同埋去修理好嗰個車嘅問題。呢啲技術雖然真係帶咗好多便利，但一個銀幣有兩面。車行可以搖佢嗰架車，其他不法分子都可以咁樣做，咁就涉及網絡安全同公共安全。大家試想下，如果一部智能汽車嗰個系統俾黑客攻擊咗，佢哋可以遠程控制部車嘅速度、方向，甚至係剎車。咁樣唔單止威脅到車內嘅乘客嘅生命安全，仲可能會影響到道路上其他嘅使用者，引致嚴重嘅交通意外。如果呢架車裡面係富豪或者領導人，又或者不法分子，甚至操控多輛汽車亂撞亂停，癱瘓嗰個城市，咁就可以好大件事啦。我頭先講嘅情節，香港電影界可以拍部電影，所以我認為智能汽車嘅控制系統應該要被視為關鍵基礎設施嘅關鍵電腦系統，因為佢哋嘅安全直接影響到成個社會嘅穩定同運行。所有喺本地銷售嘅智能汽車都應該符合統一嘅網絡安全標準，並且要定期檢查同更新系統，確保漏洞唔會俾黑客有機可乘。特區政府應該主動同製造商合作，建立資訊共享同應急處理嘅機制，確保一有問題可以即時應對。總結嚟講，關鍵基礎設施嘅運作高度依靠網絡化、智能化，已經成為無可避免嘅發展趨勢。但我哋必須要做好風險管理，確保佢哋嘅安全性唔會威脅到社會。制定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草案係一個好重要嘅步驟，可以幫助我哋應對未來嘅挑戰。我全力支持呢條草案，亦希望政府可以進一步完善相關嘅條文，更好保障市民嘅安全同社會嘅穩定，實現高質量發展。但隨住國家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今日嘅法例草案即使通過咗，都仲未追上科技發展嘅步伐，仍然有安全漏洞。就此，我希望政府盡快展開研究同諮詢，以提供更全面嘅保障。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